劉俊文監製，錢海倫執導，職場上的基督徒。一個基督徒喺呢個職場上，佢似乎連返工都冇力啦。佢面對奸險，公司賺多啲，你份糧咪又多啲咯。不公平，哇！頭先你嗰北海道帶子殺得最貴啊，我都唔公平咯。拍馬屁，老細再唔該你啊！咩事啊？今日有啲好嘢益你啊！貪婪，隻338點啊？我數幾百萬貨啦，而家個市咁樣。藐視，歪曲事實，你啲基督徒係咪天真到咁啊？打稅要成30幾個㗎。憤怒，我有同住。由何志全、譚柏林首次攜手演出。本年度最矚目新人吳浩權，以及譚慶成、趙慧思、李靜文領銜演出。一個基督徒喺職場上嘅故事，一個你同我嘅故事。換轉係你又可以點做呢8月30日，荃灣浸信會8樓隆重上演。